新一期的采访马上就要上线了，就是你的那期《向阳而生》这个选题是我们全票通过，而且胡主编说这是我们今年最好的选题，没有之一。这是一期特别的采访，作者名叫柳叶，不久前死于一场无妄之灾，这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期采访素材。他竟留下的主角不是明星，不是专家，是地铁上无数个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。在繁华城市的地下，地铁线路交错，他们在给人提供便携的同时，也搭载着奔波的人们去追梦。我现在因为我大学没毕业，我希望我能考个研究生吧。目标就是今年下半年可以顺利去当兵。我不生病，开开心心的就可以了。你一直支撑你一直在去做这个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已经这么艰难了啊！是你啊，美丽。你跟多数人一样，不惧怕挑战，并有所热爱与坚持。他们靠自己的爱与力量，努力地向前走着。